开饭了，开饭啦！这个大人就人齐了啊，小朋友呢都在我前夫那里啊。看看我们家吃的家常菜啊，从现在開始要用家鄉話介紹啦。等一下媽媽要打人啦。啊，即係咩？辣椒，哎呦，長得係暈。阿碟係今日中午食剩嘅牛肉炒芥蘭，仲睇得出嚟嘛？蠔油生菜，辣椒有3碟，緊要啊！啲南寧婆啊，做咩？會啲辣椒醬啊！做咩作為一隻南寧人，你咁閪食得辣椒嘅？唔食辣椒邊食得落飯咯？阿婆係四川咧，我阿婆係四川咧，嚟喎，繼續給你們介紹啊，繼續喎。幾隻蝦係中午食剩嘅，白灼蝦。阿正咧係啲涼拌蒸茄瓜，重點嚟喎，傳說中的雞心跟雞腎啊，傳說中嘅雞心同雞芹。我跟住食剩一啲，我跟阿隻鬼佬全部幫你撈齊，雞心同雞芹佢全部食齊。阿隻就係傳說中嘅打哥啊，阿隻鬼佬食雞下水啊！我問你哋見過未？得㗎。而家嘅啲拎刀拎叉鋸住一嚿嘢呢，係豬腳嚟到嘅，今晚煮嘅豬腳係新鮮㗎啦。pork feet。嚿肉隻刀咩？嘅。佢冇食肉嘅，佢係要食嗰隻肥一嚿，你識嘛？你啲越肥嘅，佢就越一啖哨落去。嗰啲當啲五花咁燉淋都有佢食半隻。係啊，冇使餸飯，而且啊，而且唔使餸飯一嚿咁啦，一嚿咁啦。鬼佬食五花腩，食雞心，食雞芹，食豬大腸，仲要食啲肥肥嘅豬腳。有句話係做咩？怪七花碌碌係嘛？冇得講得咁明白，動得都動。來喎，有很多評論區嘅老鐵說土家嚇食嚟食去有幾隻菜喎，4個菜，食嚟食去都係啲家常菜呢。人哋講啊，姐妹們，我們家都是普通人啊，我們一看就知道我們家是普通人家。龍蝦冇人食，我哋啲啊。我都想你日日包心似兔哦，我也想頓頓吃大餐，滿漢全席。但是我們家生活水平就是這樣啦。我們家的生活水平就是這種普普通通的人家的生活水平。你要我天天給你拍滿漢全席，我也沒有啊。這個就是代表了我們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啦。這個吃這個剩飯剩菜啊，也不妨礙我們喝酒開心，對不對？老闆，飲啊！老闆呢碟雞心雞芹好賣喎，準備賣齊啊！一陣間佢就賣齊食齊啊！都講一樣啊，跟住自己一個人食點樣？當然佢肚餓啦，白狗屎都唔食。拎隻匙羹不早食。又冇使送酒，又冇使送飯，怪話。佢講今晚啲雞啊，啲雞今晚嘅睡夢嚟揾嘅喎，佢講啊。一碟雞心同埋雞芹。食2斤，1斤雞心，1斤雞芹啊。食齊啊，剩點粒咧？嚇死人啊！吃飯了啊！這期這麼水的視頻就到這裡了。我們普通人家吃飯就是這樣子了，剩飯剩菜一定是要上桌的啊。家常菜，唔識都沒有錢買啊！日日一大餐一大台菜，冇食咩係要坐吃山空，係嘛？慳食喎。美國啲日子艱苦，肯定要艱苦樸素，慳食。我哋南寧白話係嘛？慢慢搣，慳食。喂？你嚟邊個嚟？我搣雞隻狗啊！食表嚟，岳父 ？OK。佢乜個頭冷位都用咩搣雞隻狗嘅？唉，冇理佢啊，就係咁啊。做咩事啊？快！一坐落嚟咁喺度2分鐘。食飯啊嘛，到底啊！吃了個雞毛係嘛？隻鬼佬啊！我
啊，啱啱一嚿咁雞要食啊，啱啊夠肥啊，唉，你哋食多啲。要食肥啊！ Oh yeah！哦，咁佢咁講。唉，食奶大嚿豬腳。阿婆要傾垃圾死你咗。睇嗰嚟啲肉啊，睇咪？哎呀，你冇十雞幾大件啊？有咩？人哋講你咩？緊要啊！我哋屋企人拎啲豬腳打腳丟落垃圾桶，我哋啲豬腳你要翻出嚟餵狗。點解識食啊？陣間總係啲常年要。這個就是我們家真實的生活啦，不做作，見嚟未？抌落垃圾桶嗰啲豬腳成冇乾淨嘅，拎出嚟搣啲肉出嚟餵只狗食，俾我哋隻狗狗食得舐舐脷係嘛？嗯，yeah。睇得清楚就俾人哋食。一大嚿豬肉。你跟住睇得咁清楚啊！啊，hold住人哋啊，hold住啊，叫龍肺啊！係啊，打個龍肺係嘛？咁啊真係好，哎呀，有冇兩幾食咁多油啲狗啊？ OK，正式食飯啊！這個這麼水的視頻就錄到這裡了。